给你戴个帽子好一点，戴个帽子好点。对，戴个帽子，黑色个帽子好看。对，给他衣服配上了。这个跟我们黑颜色，黑色的。好漂亮。是吧？好看。这跳舞直接就是黑色，就不用那个，这面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这是就直接给后方你看到。对，对面看不到，但是这边观众看的是一样的，观众看的就是戴了帽子的。这边是。其实可以修饰的。这个是，好不好？走吧。你回家了哦，你明天上学啊？快点去把我手机拿过来嘛。看不见的。好，用王五科的音响。你还有新物哦，啊？没有，我看一下那个以前我们老家跳的，我可能忘了。可以啊，你啊。走吧。我看他跳舞。啥时间啊？他们骂我们还不吃饭。你明天不上学啊？你们早，你们晚了。8点上学。哦，对，小学是8点多。我们那个7点20、7点40就到。对啊，7点20就要走，7点40。虽然只有几百米。我们可以。9点多。可以嘛，8点多。这是真的是吧？我都没看过这把没有。但感觉这个拍出来应该不好看啊！你看，模子都是他们的。怎么跳的嘛？跳一下，无所谓，他们都没穿过的可以。别出新牌嘛。哦，这个比较老了嘛，这个歌。对。很老的，对。但是好听那个，好听。删了吧？为什么删了呢？你们2个是一个老家的吗？啊，一个。不是。对。一个是黑水的，一个是甘孜州的那个。你不是甘孜啊？他是甘孜的。他不会鸟的。那用他的，他是练过的，他是练过的。那就他的还大一点，他是比你大一点。哎，永吉没过来嘛？哎，来了，在旁边。要来今天熬一下，有可能会去比较晚，有可能今天回温江区吧。温江的话，这样片子做不了。那买一台笔记本放那边。哪点？今天晚上跳什么？下次你练一下呗。要上课，也去相思。出来跟你跳一遍。要真的打不？今天光线比较细，我还讲究。过来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来了。好，可以。大一点亮，我把那个关。豆腐，红毛猪是豆腐馅的，苏拉是黑水馅的，长西朗姆也是黑水，太多了，都不远，要多。
不到1000公里。小王子，来吧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吗？二妹，第二个是我会。我要接近相思，大哥。接近相思有没有？我走了，拜拜。嗯。你在哪儿嘛？在市中心嘛，在高升桥。你往哪儿赶？在了回去啊？市中心嘛，市中心。市中心，我还在高升桥这儿。喂，在高升桥这儿。等会儿见哦。好的，楼底下嘛，楼底下，好，好。德政堂，德政堂嘛，你说全家嘛，德政堂嘛，德政堂那儿方便些，你不要走多远。德政堂，哦，对，这个发左边那个，我发你左边那个，晓得吧？好，好嘞，等会儿见，好吧？我现在在摄像。他这个摄像啊，不直播。差不多10点40多到达。动作可以大一点，没事儿，我拍的都是拿得很近，应该拍了几十秒钟，有些是相机拍的，我用手机单独拍的。
哎呦，你怎么了？这脚了。等一下，微信条子。谁了？谁了？你来。嗯？你们俩跳什么？秋季和泳季要跳啥？有一起吗？一季一起，来来来。两个吉祥祝福，啊？两个是跳什么？秋季泳季。跳什么？说吧，名字。你看，放这个听听。走马车以前更加外向，但现在好一点点，没以前那个外向，他说的。那叫哦，又吃口香糖啊！说话那么快，我可把它给他说 ，Hello， 是泡泡糖，不是口香糖，是泡泡糖，泡泡糖1块钱，1元钱2个。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哎呀，你要跑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这边要跑，啊，走这边，这边过来，我跑，过来嘛。挑一个送一个。玩着嘛。这3个跳绳。这个嘛。哎，你想要吃泡泡糖吗？啊，我估计也是。我觉得不可能，不管吃口香糖吃的么那个，他吃的泡泡糖，要么再买个几10块钱送给他。